講完腰背痛，仲有一種更嚴重嘅腰痛，就係坐骨神經痛。好多專家認為腰痛最常見嘅原因係腰椎間盤突出，壓住坐骨神經，又或者坐姿不良，臀部嘅肌肉痙攣，壓到神經。對我嚟講，佢哋講嘅都係一啲疾病嘅結果，唔係真正嘅病因。臨床上常見好多病因都係同早年拗柴嘅舊患未完全康復有關，導致肌肉代償嘅惡性循環。腰痛嘅原因可能同不良嘅姿勢有關，又有可能同膝關節嘅手術後遺症有關，亦都可能同運動不足、不良嘅飲食習慣，影響脾胃嘅運化功能，影響腰部核心肌群嘅力量問題。腰膝腿嘅骨骼肌係人體消耗血糖最多嘅器官，又係負責身體所有運動，又係人類進行社交活動嘅關鍵。足底係滿布腦部神經嘅反射區，所以腰膝腿嘅運動係同腦部中樞神經相連。如果治療腰痛未揾到真正嘅病因，盡量唔好隨便做手術，因為所有嘅手術都可能有不同嘅後遺症。